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那么咱知影吼，市长吼伊是足勤俭的，嘛做这个对着这个资源很珍惜啦吼，所以呢，咱进前的节目当中啊，咱咧介绍像竹溪啦，或者是讲咱伫新营的这个长盛营区，啊，搁有咱中国城改造这和乐广场，这种是甲咱现有的这个资源、现有的这个建设重新甲它活化啊，搁甲伊整修。呈现伫咱民众的这个面头前那么伫这当中呢，咱当然是会当讲开较少的这个经费发挥伊上大的这个功能而且呢，咱是珍惜资源。那么伫咱民间其实呢，嘛有足侪业者伊嘛是安尼像咱今仔要介绍这个伫咱邻地这个台南家具产物博物馆。因就是一个范例，那么呢，因本来是一间本来是一个家具工厂后来因算讲重新搁去甲伊一个升级啦还是讲搁加一个业务出来甲伊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互咱的民众不但是讲你去迄个所在咱买家具，你嘛当参与这个家具伊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互咱家己去亲身体验，尤其是小朋友去到迄个所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啦无定呢经过伊家己的制作。那么小孩子拿出回去的东西，他会更珍惜使用。所以呢，咱爸母你伫厝家讲爱节约啦，爱珍惜，或许他没有办法很能够体会。但是呢，你若伫迄个所在，互伊家己去亲手去制作，拿回去，他铁定一定比任何人还要珍惜。那么咱有遮好的这个场所，互咱去学习有遮好的这个场所，互咱去参观。我们今天特别要把它介绍给大家互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这间观光工厂更加了解然后呢，你可以让去参观嘛，带咱的小朋友去做一个机会教育那么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贵宾就是咱这个仁德观光家具产业博物馆的这个工厂文创部主任江子扬先生江主任你好。你好，我是江子扬。是，那么咱他都咧介绍讲恁的观光工厂他都因为咱节目还未开始的进程，咱有讲到这个观光工厂其实伊的前身就是一间工厂那么都是以生产制造是为主嘛对，那么。伫恁这几档的这个算讲嘛是一种转型那么把它提升变成是观光工厂。以前民众来的时阵，可能就是看到我爱刀我爱衣我爱一个什么种的家具，他买回去买回去就是这个过程而已。可是他现在可能到了观光工厂之后，他可以去参与那个制作会当去完成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在想这个过程跟我们直接去买回来。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想，是不是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当初什么种的这个机缘会想要甲转型？其实博物馆伫成立伫2005年当初是因为我们原本是有3个厂房那都在做家具，那我们是做实木家具、是木家具，都是就是讲这家具是无电压的，无螺丝的，都是卡榫的，柴工做榫的，这是上传统的工法，嘛是上耐用的这个做法，阮就是伫大环境我们就是有把部分厂房移到大陆去，那在台南这边剩下1个厂房而已，那我们有2个闲置的厂房，这厂房无人用，所以阮就感觉足可惜的那阮就把这旧的厂房来改造一个博物馆，那除了是迄个收藏比较古董家具之外，也把一些家具的制成对一个茶球那变成一个家具的迄个过程透明化，让他知道说工序怎么跑，那原来一个家具不简单，一棵树木砍下来，其实要经过好多时间、好多工序才可以变成家具。对，我们希望把这个知识呢能够带给民众。
我会记得读册讲吼，粒粒盘中飧呐吼，就是讲囡仔吼食饭的时当中，咱逐工伫咧饭桌啊顶悬啊，饭吃了啦，菜吃了哈，有时候父母哈在甲囡仔叮咛说你要吃啊，这个哈农夫很辛苦啊哈，妈妈煮饭也很辛苦，可是他就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哦，伊无看到迄个过程。伊袂当去体会这个过程的辛苦啦哈。那么咱今仔日哈透明化了后，伊去到迄个所在啊，比如说我会记得阮读册的时候要做铜筋仪，那个我现在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哇，做得好辛苦哦，得来锯迄个木头哈，就是那个长短嘛哈，啊一块一块啊锯较好啊，然后还搁去。欧康吧，我不太会讲那个专有名词啊哈，然后他可以改哈组装起来，然后我记得那个做的很久，可是呢那个椅子哈我们就做起来哇，这个我自己做的呢，哈，成就感就是对，就是成就感，然后呢也会比较懂得珍惜哈，是我想呢就是讲爸爸妈妈好啦哈。自己本身啊，还是讲咱带囡仔来到这个所在，让小朋友自己亲身哈去。这个小孩子那么小可以做吗？其实我们都已经变成一个材料包，其实他们只要组装就好了。我们把康做好，甲顺做好，你刚才挖得让做起来。所以是看伊的年龄啊，看年龄，就是说你的年龄，你也当做到上面这种程度啊，你们就给他们提供因上面这种的素材。是啊，那小孩子一个组装起来，他就会很有成就感，没错，甚至他会想要去炫耀。对，好，这个我做的，好，那。这个我想嘛，伫这当中当然吼，大家拢是迄个载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家哈。但是吼，就是讲今仔日咱底下在介绍的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去啦哈，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咱是不是哦，甲咱的乡亲朋友吼做一个介绍，吼，甲因报告讲，咱到底有啥物件？除了都咱讲的材料包以外哈，还很多，一定做丰富的嘛哈。既然它是一个博物馆嘛哈，我在想，不是看我讲的这样，一定很多。馆区大概有3个馆舍，那跟一个工厂，对，那我们导览的时间大概40分钟。那3馆的话，第一馆是产业馆，三亚馆，那我们就是在讲台湾家具的产业变革。家具产业其实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期，那我们大概简略规划成6个时期，那每个时期的家具都有不一样的风貌，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家具不只是家具，它也不是椅子而已，它是一个文化的载具，它可以从家具的外形可以去窥探当时的价值观跟审美观，这是第一馆。第二馆讲到木材，茶做这种，到底什么茶较好？啊，有茶，有梅利亚邦，有些是人造板，有些是实木，怎么去区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很多人说是实木贴皮，对，这个来对洗梅利亚邦，对，不耐用，对，水一来就报废了。那实木就不怕水，对，他可能担心的事情是天气变化会有变形，但是他毕竟不怕这个大水淹，所以木材的辨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再来就是工序，从剖料、干燥、雕刻跟这个做榫，然后跟涂装，这每一步都很重要，都要做的。再来就是榫卯的工艺，想要给采钢这榫，想要采钢这榫的衣啊，它合贼啊，跟理想都美派。如果锁螺丝的话，大概用2年3年。那是采钢这榫的，也当动50年、60年以上，甚至100年都有。对，所以所有的古董家具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那我们就是在延续这个功法。这是第2馆。那第2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森林的教育，因为茶路来路借。对，南北塞盗砍，一直在砍树，不能够盗采森林。我们要边砍边种，要友善的、永续的经营这个森林。也不是说都不砍，也是错误的观念那但是怎么砍，这是一个专业。那我们应该要适时的去做一个生态平衡。好，那人造林的部分要去做经营。这个生态、这个自然林的部分要做保护。好，那这就是一个观念的一个传输。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木材得来不易，那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对，是。那第3馆就是我们的古董家具的展览。是。来到恁家啦哈，这个民众哈是大概什么年龄层比较多？到高中以下。高中以下的学生。对，很多的学校会安排户外教学来我们这边参访。
对，是因为咱伫学校内底吼，说实在，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设备啦。是哦，你讲蒋光超、贝多芬课本拍开，而且我那张图片看一看也没什么感觉。那我们实际去到那边，哇，都是经验呢。好，然后呢，又可以伫这个当中哈，还是做做地形。像你刚刚说啊，你拄仔咧讲啊，用卡榫跟用那个螺丝做出来一样，就不一样啊。那像你今天没讲，我也不懂。好，我们只知道说会啦。以前哈小时候，我们认为讲，好像以前买的东西都比较好。现在对现在的东西好像都无像以前的那个家具它里那用，可是我们大抵也不太懂，就是大概只懂一点点皮毛。但是经过一定的介绍，像你在说木材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是，那有时候就是说，咱吼小朋友你给他带去到那个所在，他去看了，会启发他们。对，好，你敢启发，那以后小孩子他要不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当然期待。我就是说顺着小孩子的兴趣嘛，但是你给他这条路，给他这个视野，就像你说学乐器就好了，你给他提供一个环境，你让他有机会可以接受，他就知道说，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什么，我喜欢钢琴，我喜欢小提琴，好，我喜欢吹长笛。因为你给他一个机会嘛，如果你完全都没有给他机会，他连摸都没有摸过，连看也没有看过，他怎么知道呢？他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进去这个领域。是的，所以就是说，咱哪咖喱啦像现在都有周休二日，对，周休二日就是说，咱哪个把囡仔带来这个所在，让他们去接触，实际去摸，咱小李也刚刚讲，小孩子跌出来这个。就是父母会觉得说，你就缓因为他每天关在家里面，他就会觉得想要出去走一走嘛。那想要出去走一走，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让他学习，他不是只有玩但是从玩里面学习，对，就是寓教于乐。然后呢，父母不但让小朋友玩了。会有佚佗的机会，但是呢，你今天父母带他来这边，不是只有玩还能够让他学习到好多好多他在教室里面，或是父母，因为父母总是有限嘛咱父母不是大家都做搞你把他带来这些所在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你这个环境来对他有做最物件。那像我知道说，你们比如说像古董方面你刚刚有提到古董嘛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年龄层，或是说我们现代的社会，大家可能较无法度去接受因为我们毕竟都已经走到21世纪了。你讲20世纪的物件，甚至更加久的19世纪，我们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连看都没有看过，可是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没错。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美术馆我们典藏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这个时间点的家具。那为什么要特别展示这个家具呢？是因为在这个年间，这是大量的西方殖民的这个文化氛围之下，所以家具产生了很多变化。那其实我们可以刚刚说到，家具其实是文化的载具，它可以从家具的外形，也让看到以北欧。当初黑当村的文化的环境，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日本殖民日本时代的家具写着安怎，对，越南有受到法国的统治，伊的家具佫是安那，美国嘛是，很多的不同的国家都有因为这个殖民的关系产生家具的形变。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要让大家知道，原来家具它会是一个载体，它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交融的地方。他都讲蒋光超、贝多芬，你伫个课本是讲图片爱看一下，说实在我们很难懂但是呢，透过你们这样实际的一个家具的这个介绍，那你要去想象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就比较能够融入我用讲像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我们两个想的会不一样。对，但是我们透过实际的这个就是底下实际看到那些教具，对，那你介绍，我们就很容易懂，那就容易可以了解说，你讲的那个内容，我们大概能够体会。那一般的民众那是去到那些所在，我们要怎么样去欣赏这一些家具？
因为哈，有那些人讲啊，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哈啊，内行看门道了哈啊，外行的看热闹嘛哈啊。如果经过你认识啊，或是经过你的介绍，或者是说，咱起再去看过了，我们也稍微提升自己啦。所以不是专家哦，上去嘛，出来还可以讲一些内容。其实木质家具它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茶，一起为大颗，这个做到细颗，它是一个减法工程，它不能够堆叠，它是减法，一直消，就是把它从大到小，所以木材加工的部分其实一直受制于技术的材料的限制，所以每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像明朝的家具，它都是圆棒型的，对，它并没有机器的，都是靠手工去削出圆形的。因为以前无铁钉啊，嘛无螺丝，嘿，对吧？嘛无螺来吧？所以就是要开发工法。对，那清朝就是重视雕刻，明朝很简约，清朝很雕刻。那日本不一样，日本来台湾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仿效西方欧美的欧洲的这个巴洛克式的这个文化，所以他把这个文化置入在家具里面。对，那所以产生很大的变化。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老街都有这个，像新化老街有这个巴洛克的这个门面哈，那其实家具也有。对，那再来日本离开之后，美军来台湾协防，也产生了一种美式家具，有不一样的。对，那美国离开之后，台湾这边有产生的文化的变化，所以现在是当代家具是这个重视线条的设计感，要的是曲线，对，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柔和感，对，而不是粗壮的。以前我爱搓，比较大气，对，但是现在要的是一种内敛的线条。那么哈，我知影讲，咱这个博物馆内底吼，真的是适合所有的年龄层，嘛适合很多的行业，然后像有的人，像我们这种是门外汉。我们去的时候当然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可是如果说人家已经较专精啊，有些是讲他有基础啊，你们好像也有职人的教育。是。我在资料里面看到说你们有一个叫鲁班学堂。鲁班是什么？像我们这种门外汉，我今天不知道上面叫做鲁班呢，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吗？鲁班很有名的一个成语就是班门弄斧。对，那就是班就是指鲁班，它是所有学木工的都要去拜的一个，都要去跟他是算巧圣先师。我们只要入门的都要先跟他拜一下，对，知会一下。好，那所以我们才会鲁班学堂就是一个针对木工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制外的基地。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技术这一块的教育有职训局，对，那南训又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对，那我们是一个非体制内的教育，而是一个并不是说针对一个职业专业的职业，对，它是算休闲木工。那你来这边没有压力，但是一样给你很基础、很扎实的训练。所以很多就是社会人士，他们其实会想要来试试看。比如讲，有的人他虽然他不是就是把钢的师傅，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家哈，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想要动手做啊。对。然后在这个地方，你们这个学堂，它可以就是让我们一般人更进阶一些。没错。好，就是跟我们去看他青菜蹦蹦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学到更多的东西，底积累对，他就可以学到。没错，当然是我们是一期是18周，半年哈。那很长。很长，对，那1个礼拜来一次。对，那通常到第3期，1年半就开始慢慢可以做到自己的家具出来了。对，所以他去学这个鲁班的学堂，以原来18周的时间起来也很有成就感啊。是。至少可以拿一些真的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家具回家去，对，供人家欣赏，让可以拿来炫一下。这我自己做有够搞的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嘛，那个是一种成就感。没错。我觉得说，与其啦，去做一些不是怎么讲，就是说，可能不是很正当的休闲哈。那我们来玩这些东西哈。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充实我们自己，然后又有成就感哦。那么我怎样讲哈？在咱的这个博物馆内底哈，像你们有照顾到各个层面啊，像讲有儿童的夏令营呐，哈，还有什么教师的研习营，还有什么银发族社区关怀还有一寡体验的活动，这些内容是不是嘛？给咱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是，我们跟文化局文化局对我们非常肯定，那也
经常有这个经费的补助，那我们就是去到社区关怀据点，教老人家动手，做一些小木作，那也去偏乡的小学，做这个公益下乡，对，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太远了，没有办法来到博物馆，那我们就去，我们去拜访他们。然后带一个2小时的课程，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就做一些 DIY，对，那夏令营是在馆内的夏令营就让小朋友能够在这边体验1天2天的这个密集的一个活动，对，那教师研习的话是这个108课纲好，那很多高中职的老师他们要教学生多元，对，那他们以前可能没有学过木工，就来这边1个礼拜，赶快密集的训练班，对，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个木艺的产业用很多不同的受众的方式去规划课程，让不同的受众都能够在这边体验到木作的乐趣。以前读册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前我们的过程就是给大家去考试嘛，像以前我们联考你考到第1志愿你后摆绝对是做成就的，那考到那个连考都没有考上，那怎么办？那就是说行行出状元不是讲咱的路一定是要行去读册去。追求比如说硕士、博士那就表示说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其实有时候看个人的专长，就是说，对吧？刚有兴趣，那给他这样子一个机会，他去涉猎，发现说我对这个有兴趣，他走他有兴趣的路，他会走得很快乐。没错。无你若讲这都没读册。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没读册你去干啊，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不会读书，但是他一定有其他方面也专长不等你带他来，刚好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去产生兴趣，然后呢，兴趣之后他慢慢摸索变成专业，是那么搞不好他是一个人家说现在什么木工达人对，这个很不简单呢所以好多像咱这个主任讲像这老大人，是，因为有些老大人因退休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因你出来对，他就会乱想你也不超过怎样然后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你如果积极一点，你让他去参与这，不然就这是他多少人想要学的物件，刚好。他就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放弃了。他现在退休了，他还能够回到我的初衷。我以前小时候，我少年的时候，我想要做这，他又回来，他这样子，他老年的生活更多元，嘛给都有意义，是然后嘛别白想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福很多各个层面的一些怎么讲？年龄层的啦，都照顾到。那么我怎样讲你们今天好像有准备了一本书啦是。这本书叫《木生》，对，是谁写的？这个是有43位匠大师写的，很多人写的。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OK， 因为我们公司刚好经过60周年，1958年成立至今62年，对，那我们启动了一个60周年的一个计划，对，那。这里面的书就是我们曾经遇过的人，客户也好，设计师也好，那或者是相关的同业也好，那大家一起在60年当中殊途同归，大家都是在为公益这条路上做一个努力跟付出，对，那都是在强调回归到匠人的本质。为什么永兴想能够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教育产业博物馆，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是在强调。匠人的特质，一个淳朴，一个只想把事情做好，那推广木工艺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文化的底蕴，对。那我们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讲这件事，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方式，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对这个木材加工这个部分能够更有兴趣。像刚刚主持人说鲁班学堂，对，其实很多都是退休人士、老师啊、教授啊、校长啊，对，甚至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个高学历的分子，他们放弃本业，没机会，对，然后来这边学了之后，自己变成开工坊了。对，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本书，能够接触到更多人，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认识木艺，
发现木作的乐趣，甚至能够以此为业。对，因为我讲嘛，有的人因为可能少年因为要谋生，他可能需要这一个工作来谋生，对，他就放弃他自己原来有的兴趣，是，然后等到退休了，可能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压力啊，没有需要工作上的压力啊，然后每个人都希望找到自己原来的自己，是，然后呢，他就想到，我少年的时候，我可能想要做这，刚好你们提供他们这样的环境，满足因的初衷，满足他们的兴趣，对，圆梦。然后呢，让他在退休的生活更加的有意义，对，所以我妈这嘛是照顾很多的人群啊。我看到你今天带了这些东西，这个都是你们的作品吗？在那边可以是你们在卖的，还是就是说人引起学的，是不是也要拿到可以学到这些？筷子跟笔，这个都是可以 DIY 的哦，来这边就可以学的哦，是哦，对对对，那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做这一双筷子，对，这一双筷子带回去，对，带回去哦，对，或者用这箱底夹崩，哇，那就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很有成就感啊，对对，你在夹崩的时候哇，你拿着这一双筷子吃，在夹崩，绝对不一样，那个跟你去买来，那个真的不一样，是的，是的，对，那这边的话是做一个家具的模型展示，对，因为在家具变成1:1之前，都要先有模型的一个打样，那这个展示这个模型的部分，那后面这个是鲁班学堂的教材，来这边学18周就是要来做这个，哦，是哦，对，这是一种摆饰，对，一个花器。我们有3个教材，那可以供给这个学员来选择。你可以做花器，也可以做椅凳，也可以做边桌。对我还有看到这个椅子。对，这个也是 DIY 的。我讲这个一想呢，我国中学校叫我们做那个童子军椅。是。然后呢，你做这个椅子，这个很实用对。好，那你多做几把，家里面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那么今天呢，叫感谢主任啊，最后主任要跟乡亲朋友做这个结语，好不好？好，各位乡亲朋友真正欢迎大家假日的时阵，会当来阮博物馆行行的，行大一个。来对3700平很大的空间，可以慢慢的逛。那也可以看到整个家具的一个制成。我们是台湾唯一一个全制成的家具工厂，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工序。那也可以吸收知识，也可以玩 DIY，可以让你有一个很愉快的下午。欢迎大家来博物馆来玩玩。是，我这一开始我有讲咱市长伊足勤俭的啦，也很珍惜资源啦咱已经有外口遮尔济咱台南市的建设拢是用旧的比如讲像我拄讲德溪中国城即马变成和乐广场搁有咱新营的迄个长盛营区其实咱民间嘛有足侪人像咱市长安尼真节俭真珍惜资源然后呢像我们博物馆这里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讲年轻的朋友，还是讲中年人退休了，还是讲老大人，他们来到这里都有他们可以学习的东西，也可以圆梦，有的人是圆年轻的梦，那小朋友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多一个机会，让他们以后，是不是我要走这一条路那么这么好的环境我觉得说大家都会当去。今天呢，我们很感谢主任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